後邊就係黃金啦。呢一個係即係深水埗嘅地標之一啦。其實我10幾歲已經喺度㗎啦，因為嗰陣時要買部電腦嘛，即係媽媽俾咗一嚿錢我，咁16歲冇記錯。96年係報6年添，咁啊96年嘅時候咧，咁就喺度砌機，人生嘅第一部機，我記得係1萬蚊左右嚇，咁嗰個係 VCD 咯，咁同埋咧嗰陣時要買隻 VCD 去試機嘛，咁就買一隻翻版碟，因為嗰陣時要買正版碟咧，你又唔知喺邊度買，因為呢度全部以前啊嚇就好多嗰啲翻版碟，即係嗰個年代，所以呢一度嘅回憶係好得意嘅，因為嗰啲砌機咧，嗰部電腦唔係你佢本身已經俾咗嗰啲mon 啊、熒光幕啊，俾咗個鍵盤啊，俾咗個 mouse 你，唔係嘅，你可以自己揀嘅，即係你可以自己揀咩款式嘅 mouse 啦，咩款式嘅keyboard 啦，佢裏邊嗰啲 CPU 啊、RAM 啊幾多記憶體咧，你全部係可以你自己喜好啊！我想快啲嚟打機嘅，你自己可以揀，好似剔點心紙咁剔。佢砌咗之後咧，半個鐘你俾咗錢咧，就可以攞翻㗎啦。即係呢一個感覺，其實我諗有好多香港人，尤其是男士啊，即係或者我呢個80後嘅香港人咧，係好多回憶嘅。以前你香港買電腦都係呢一度咯。